充足嘅現金咧去做換俾我哋啊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每日換住幾十蚊擲住袋先，真係要用比較多啲錢嘅時間嚟做碌卡。如果你話譬如話即係三幾蚊啊，即係買一杯咖啡嗰啲嘅話咧，你咪照用現金咯啊！真係有錢剩嘅，咪去到船嘅時間買埋嘢佢。咁呢個咧比較方便一啲，啊！咁啊，所以變咗係講話咧，但係咧記住你換錢咧就唔喺呢度換，因為你喺瑞典換咧蝕威蝕到暈，梗係喺嗰個機場嗰邊換，即係喺嗰個居緊嗰邊嘅機場嗰度換。OK 啊！咁啊，去到個時間咧，我睇睇，因為我記得咧佢嗰邊咧佢有啲換錢機嘅，你入張歐羅落去咧，佢就會出當地錢啊，好方便，連人都唔使啊嘛。啊 cashier 嗰啲 counter 都唔使嘅 OK 啊，淨係換錢機，好似地鐵咁啊，即係好似八達通增值啫嘛 ，exactly 一樣。不過仲要少個步驟就係冇埋張卡先入去增值嗰下 ，OK， 淨係入錢落去佢就彈翻啲錢出嚟，彈第二種錢咁樣，好方便嘅 OK 啊。咁啊，所以變咗嚟講咧，去到嘅時間咧，會俾大家時間去慢慢咧就換錢攞衫。嗰啲嘢全部喺晒個機場慢慢搞啊，咁啊，反正咧都好方便嘅啫啊，咁啊搞掂晒之後，你先再上車啊，呢個就等間我哋去到挪威之後咧要做嘅嘢啊，咁啊換到晒錢咧，我哋就出去食飯 OK 啊。冇乜邊餐自己食嘅係咪啊？挪威冇，唔係我一邊食嗰團冇。係啊，唔係你最尾嗰日咯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嗰日個機係8點幾機由丹麥飛過去芬蘭，喺芬蘭再轉機翻到。咁但係嗰個夜晚嗰餐咧，可能就比較麻煩啲，因為好多時咧短途咧佢就冇嘢食，長途先有嘢食，但係長途嗰班機咧飛夜晚11點幾嘅。成11點幾先飛，咁如果11點幾飛過嚟，可能你就會變咗比較夜食晚餐，可能你最多係喺芬蘭機場買少少嘢食，係呢一餐比較麻煩啲，其他嗰啲都冇乜食得到。但係之前飛去由丹麥飛去芬蘭，丹麥飛去芬蘭啦，但係嗰程1個鐘啫嘛，1個鐘係唔會有兩餐食。啊，咁啊，另外提多少少 OK 啊，咁啊，因為我哋等緊呢一程機咧，其實個機程係短嘅。唔知你哋有冇留意到咧？你前2日搭飛機過嚟嘅時間咧，喺我哋嗰個即係我哋坐嗰啲位啊，咁咪前面咪有啲即係嗰啲 duty free 嗰啲嘢買噶嘛，係咪先有本書仔噶嘛？有冇見到留意到咧？有一個餐牌啊，有啲嘢食，啲嘢食係收錢嘅。啊，有冇留意到呢段嘢 ？OK， 因為北歐咧。其實咧，佢而家唔係呢間航空公司，好多間都係咁做 ，OK 啊，好似有少少似廉航嘅感覺 ，OK 啊，咁啊長途線就冇乜嘢嘅，但係咧啊，甚至乎係啊，今次為嗰電視其實都有個 menu 嘅，有冇留意到 menu 有啲要錢嘅有啲嘢 ，OK 啊，因為佢有啲嘢咧就另外額外 extra，譬如你飲香檳啊，或者食一啲特色嘅食品啊、小食嗰啲嘅話咧，譬如買一排朱古力咧。佢就可以當 duty free 咁嘅嘢，另外俾錢 OK 啊，咁啊所以短途咧，好似啲個人中途飛機咧，正常計啊係飲品嘅啫，飲品咧可能係咖啡茶或者水 OK 啊，因為佢我好難講俾你聽，因為佢有時譬如內陸機咧，佢包括嘅嘢又唔同，譬如話好似而家呢啲咁嘅飛遠少少嘅，即係飛第二個國家咧，有少少唔同嘅 OK 啊，但係大致上嚟講咧係飲品一杯 OK， 咖啡茶。或者水 OK 啊，咁跟住之後嘅話咧，有時會有啲